世间的道路千万条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旅程中摸索前行。无论你的选择如何，总会有人在旁观望、评论，甚至指责。这世界上的眼光是多样的，评价也是纷杂的。许多时候，那些评头论足的人并不是真的看清了你的过错，而是他们渴望以对比来显得自己纯洁无瑕。这便是人性的一种表现。与其困惑于外界的声音，不如专注于自己的内心，让时间成为最好的见证者。在岁月的流转中，最难得的是明白，不必活成别人希望的样子，而是要成为自己喜欢的模样。当一个人过度在意外界的评价时，就容易迷失于他人的期望之中，而忽略了自己的内心需求。世间的人形形色色，三观各不相同，有些人对你的选择嗤之以鼻，有些人对你的行为赞不绝口，但这些看法并不会影响你的本质。只要自己心安理得，那些指点的声音终究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消散。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，有些人可以成为知己，有些人却只是过客。相处之道无需过度纠结，能够合得来的，自然能够共度时光，彼此珍惜；合不来的，不必勉强，点头微笑也是一种智慧。生活的艺术就在于适时的装糊涂，不必斤斤计较于细节，不必执着于谁对谁错。很多事情顺其自然，便能少了许多无谓的烦恼。心宽一寸，路宽一丈。当你不再过度计较，人生便会轻松许多。这世界的运转遵循这一种神秘的法则，相似的灵魂会互相吸引，彼此共鸣，并在时间的长河中交汇。真正契合的人，即使相隔千里，也能够心意相通，无需多言，便能理解彼此。磁场相斥的人，即便日日相处，仍会感觉沟通困难，话语颠簸，如同翻越重重山岭。这便是缘分的妙处，有些人一见如故，有些人却始终难以相知。当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这种差异，便能更自在地选择自己的交友方式，不强求，不执念，顺应天命，珍惜眼前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容易被情绪所左右，对某些人的话语耿耿于怀，对某些关系的变化感到遗憾。然而，真正的成熟是在于懂得筛选那些值得珍惜的事物，而对无谓的纷扰一笑而过。人生的旅途不会因为别人的批评而改变本质，也不会因为几句闲言碎语就偏离航向。我们能做的是坚持自己的初心，专注于自己的热爱，不被世俗的眼光左右，也不为一时的流言动摇。每个人来到这世上，都有自己该走的路，该经历的故事，该遇见的人。当你明白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讨好谁，而在于让自己活得自在、快乐、充实时，你会发现，很多曾经纠结的事情都变得微不足道。保持善良，不去指责他人，专注于自己的生活，才能真正感受到内心的平静。世事纷扰，但内心的宁静却是最难得的宝藏。有些道理看似简单，却需要用一生去领悟。有时候，人们喜欢对他人的生活指指点点，并非因为他们真的比你高明，而只是想借此来掩饰自身的不足。但我们无需因此而动怒，因为这世间本就充满了不同的声音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与偏见。学会放下执念，对外界的评价报以淡然，才是一种真正的智慧。有时候，过于纠结于人际关系的得失，反而会让自己困于其中。朋友也好，亲人也罢，能够走进你生命的人，都是因为某种缘分所致。有人陪你走一段路，也有人会在某个路口挥手告别。这一切皆是自然规律。当一个人能够接受生命中的聚散，便能活得更加潇洒从容。真正的朋友，不需要刻意维系，也无需过度解释，彼此懂得，便是一种难得的默契。在人生这条道路上，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，无需与人比较，也不必在意谁的生活更好。每个人的境遇不同，选择不同，结局也自然不同。当你放下了对他人评价的执着，你会发现，世界变得更宽广，内心变得更轻盈。真正的快乐，不是来自于外界的认同，而是来自于内心的满足。当一个人能够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并在其中找到价值与意义，那便是人生最美的状态。当我们不再试图迎合所有人，不再期待每个人都能理解自己，便能活得更加自在。这世上能够真正懂你的人本就不多，不懂你的人，即便解释再多也是徒劳。与其耗费时间去说服他人，不如将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。当一个人明白这个道理，便能从容地接受人生中的风风雨雨，让自己活得更加笃定和轻松。这一生，我们所能拥有的并不多，时间有限，精力有限，与其纠结于不必要的关系与评价，不如专注于自己的内心，
珍惜那些真正值得在意的人和事，保持善良，远离纷扰，顺应缘分，珍惜当下，如此，人生便已足够美好。